今次去韓國有啲事瀨咗嘢，一定要話你知。究竟韓國而家變成點呢？帶住兩隻小魔怪，結果又會點呢？韓國嘅物價消費又會變成點呢？呢單嘢唔係我跟開，都話你知。10月尾、11月頭，酒店機票就唔係咁抵玩啦。但係有紅葉睇，你自己衡量下啦。入境表同變壓器嗰啲我就唔講啦。2600蚊嘅機票都係得塊餅乾，所以我哋一落機即刻揾便利店。之後如果你係坐巴士嘅話呢，人均100蚊左右。可以喺手機整張交通卡。如果你同我一樣同時間湊住3件 call 車啦，施主。時間真係好寶貴，地鐵冇電梯㗎。呢架車都幾舒服 ，call 車都要個半鐘啊。自己上 trip.com 揾啦。經歷差唔多8個鐘頭嘅上天下海。我呢啲大鄉里真係第一次住1800蚊1晚嘅4星酒店。跟住開箱俾大家睇下究竟抵唔抵。大堂有便利店，每一層有吸煙房。你睇下個女反應。房間真係太細啦，所以我哋嗱臨落街食嘢。呢一餐求其食，大約食咗3萬蚊左右，即係港紙大約506蚊左右。我哋有間時裝店，老婆就去咗攞貨，所以我要獨力照顧啲女啦，包括沖涼同埋氹佢哋瞓覺。凌晨1點1，原來我哋間房都算大，有啲千幾蚊，得100幾尺啫。如果你都想住呢間酒店，留言話我知，我 send 資料俾你。如果你想知道一個男人點樣安排晒全部嘅行程，follow 我，聽日我哋去聖水洞同首爾公園。千祈唔好發俾呢啲朋友，如果唔係搞呢啲酒店又炒貴晒啦。